嗱，有個研究報告咧，做咗80年咁耐喎。佢自從咧1938年，咁呢個哈佛醫學院咧開始進行一個關於幸福嘅研究。咁到底幸福係乜嘢咧？幸福係咪真係有方程式嘅咧？嗱，呢個研究咧係追蹤2組年輕嘅男性，咁咧希望揾出導向幸福嘅奧秘喎。咁啊，持續80年嘅研究咧，應該都分咗好多批人去做噶啦。咁歸納出7個走向幸福嘅目標，係啦。咁啊，幸福可以點樣定義呢？嗱，我哋先睇一睇呢個研究嘅對象。啱啱講緊分開2組男性啦。咁第一組咧就係268位嘅哈佛大學生，佢哋咧進入上流社會嘅年輕男性。嗱，而第二組咧就係456位嚟自波士頓貧困社區嘅少年。咁啊，其實個階層嘅分野咧都好大對比嘅，即係一邊咧就係有錢人，一邊就係比較窮嘅人啦。咁原來呢個研究咧，直到而家都依然持續緊㗎喎，而且咧擴展到超過1300名呢個第2代嘅子女添。咁到現時為止咧，出咗呢個幸福指數嘅報告，咁有7大指標啦。我哋睇下邊7大啦。嗱，第一個講緊咧，即係唔食煙，一般冇食煙嘅人比較健康，咁啊要早日戒煙啦。第二個就唔飲酒喎，咁呢個酒類啦，酒精飲品係導致呢個患病嘅元兇之一，即係如果有酗酒嘅習慣啦，飲得太多都唔好啦。咁啊早日處理咗佢，快啲減少呢個飲酒嘅份量啦。嗱，第3樣咧就健康體重，維持正常嘅體重範圍，即係計翻啲 BMI 啦。唔好過重，亦都唔好過瘦，亦都避免咧體重係大上大落，即係暴飲暴食，突然間又減肥減幾廿磅嗰啲咧，對身體都唔係太好嘅。第4樣咧就恆常運動啦，每日都要做30分鐘帶氧運動，行路咧就即係的而且確比好多唔同嘅運動咧都有更加明顯嘅效果添。即係成日講個代謝率啊嘛，新陳代謝最緊要出身汗，即係有個身體個循環會好啲。嗱，第5樣開始講呢個心理嘅問題啦，直接面對每一樣問題，誠實咁應對，唔應該迴避或者過分情緒主導啊。呢樣嘢咧，未必咁多人可以做得到啊。所謂咧，有事嘅時間就要直接去解決咗問題，咁就唔會延伸另外一啲問題啦。第6樣咧就係教育啦，教育程度越高，讀書即係睇書啦，睇得越多，個心智咧會更加活躍，從而嗰個更加長命添，人生更加快樂同埋美滿啊！亦都係嘅，書中自有黃金屋啊嘛。當你對呢個世界認知越多咧，你就會覺得好多嘢都係好有趣。所謂呢個眼界啦、心胸啦，亦都會即係比較闊啲啦。咁啊，自己有啲墨水咧，個人都有自信，都會多啲嘅。第7樣咧就係長期關係啦，一個穩定嘅關係咧，可以令到生活咧更加愉快。個重點咧就係有呢個伴侶、屋企人嘅支持啦，同埋陪伴，亦都係好緊要嘅。呢個研究嘅元素咧，其實講出錢唔係最重要嘅，健康先係通往幸福嘅主要道路。咁上一輩成日都喺度講噶啦，係嘛？即係賺到錢冇健康，咁啊點算咧？雖然錢唔係萬能，但係冇錢真係萬萬不能。你食餐飯都要有錢先得噶嘛。咁我哋當然要喺生活中取得呢個平衡啦。凡事太過極端執埋一邊咧，都係好痛苦嘅。錢咧可以解決物質上面嘅生活啦，但係反而咧自己自身嘅健康同埋高品質嘅人際關係咧，先係更加有效。即係心理嘅問題啦，令到你心情愉悅，呢個已經係好好嘅作用啦。呢個研究由哈佛嗰邊去做噶嘛，咁有一個哈佛學生咧，佢畢咗業之後咧就做到律師喎，之後就意氣風發啦。但係咧因為人生嗰個婚姻失敗，朋友就疏離，咁到年老嘅時候咧孤僻，而且係抑鬱添。咁幾時都話咧心理質素、心理狀態係好緊要嘅。相對地咧，另一個出身比較貧困嘅男性啦，啱啱開頭有講到，即係分開2組人啊嘛，一組就係進入上流社會嘅人，一組咧就係喺貧困社裏邊成長嘅人。佢冇高等嘅教育程度，一世人咧都係做住一個普通人嘅工作啦，平凡嘅工作，但係咧有呢個非常好嘅友情、穩定嘅婚姻。咁到老嘅時候咧，依然係開朗、健康同埋自信。
嗱，幸福係咩咧？我睇就係喂，又有錢又有健康啦，係咪啊？缺一不可喎呢樣嘢。你有健康冇錢，生活就好閉翳；你有錢冇健康又搞唔掂。咁所以咧，幸福到底係咩咧？每個人對呢個定義都唔同嘅。無論你有錢冇錢，職場精英係嘛？嗱，呢個世界咧缺乏愛啦、健康、人際關係啦，同埋知識啊。通常呢幾樣都係通往幸福嘅重要元素。咁當然啦，物質上面嘅生活可以更加好、更加舒適，但係咧錢係買唔到真正幸福嘅。嗱，呢個研究報告好明顯咧，就係俾啲埋頭苦幹、日都掛住揾錢啊，即係朝頭早起身擘大眼，跟住做到夜晚11點、12點收工瞓幾個鐘嗰啲冇生活嘅人去睇嘅。啊，人就始終唔係機器，亦都唔係一個齒輪，咁嘅生活咧係需要調劑嘅。咁調劑完啦，輕鬆啲，咁呢啲咪就係叫幸福咯。咁每個人有個美滿感都唔同嘅，有啲人就揸住沓銀紙覺得好幸福係嘛？呢啲太極致嘅例子咧，我哋就唔可以作為一個研究嘅數據嚟去睇嘅。咁總括嚟講咧，呢個報告講緊幸福嘅元素就唔係來自金錢、名聲、名利啦，或者係外貌喎。唔知你又同唔同意咧？有冇啲咩其他睇法？都可以喺下邊留言話俾我哋知嘅。